继续来看最近这个便当的市场是真甲强强滚。有业者把迄种酸甜的塔塔酱鱼排融入去便当内底，加上传统便当的配菜，会当夹出着新滋味。嘛，未少的便当业者开始做外国味的便当，像日本式的、像泰国式的，拢真受欢迎。另外，瑞典的烘肉丸，也有红酒炖牛肉，嘛真侪人爱食。酥酥脆脆刷鱼排，一喙咬落去，新鲜的好滋味是伫咧喙内底化开。上重要的爱倒打这一味。阮这种酸咸甜的塔塔酱，伫咧热天食一喙有够开胃的，边个有经典的便当配菜。即摆便当唔有传统的空白含排骨当作主餐，塔塔酱鱼排正做新主角，互人可以食到无共款的新口味。夏天很适合吃这个，因为都没有刺，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就是吃这个很爽口。研发的产品上面，我们是没有限定一定要中式口味。今天其实不限定，只有可以吃得到排骨，或许你可以吃到其他不同国家的口味的餐点。推出真侪种海鲜便当，互人可以食到健康的海鲜料理。外国方面加入便当战局，除了辣牛肉、高级肉正做便当。台湾人上喜食的日本猪排毛糊，亲像酸辣口味的椒肉鸡，互你愈食愈煞脆。佮欧美风格红酒炖牛肉、瑞典的汉堡丸啊，佮特别的台东球面包球，拢当正做是主餐。即卖真侪上班族拢可以食落口，口味侪美满，互生活带来精彩嘅心色。